大家好啊，我名叫阿明。咁我嘅興趣咧係彈吉他同埋攝影嘅。喺機緣巧合之下咧，我接觸咗吉他啦。我發現對於佢嘅興趣越嚟越大，可能係彈一首獨奏嘅歌曲嘅時候，然後隨住難度嘅增長越嚟越高，我去到最尾完成佢嘅成就感係更加之大。其次就係佢係可以幫我舒緩到我嘅情緒嘅。當我有一啲唔好嘅情緒嘅時候，我就會嘗試拎起支吉他去彈一首歌，已經係可以舒緩到自己嘅感受，可以令我好放鬆。當其時我點解會接觸影相，係因為我女朋友希望我識得幫佢去影一啲相，然後擺上 IG 嗰度。因為呢一個機緣，所以我就買咗人生第一部嘅相機啦。隨住每一次同佢出街開始影相，然後發現啲構圖啊，甚至乎執色啊呢啲嘢係幾好玩。呢一個工作實習入邊呢，我係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攝影器材啦、燈光啦，令到我認知到原來攝影嘅世界唔係淨止就係幫我女朋友影相嘅喎，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。然後當我每接觸關於攝影嘅唔同範疇啦，然後我就會對於嗰樣嘅範疇培養一個更加深嘅興趣。我而家參加咗呢個實習嘅公司係一間製作公司嚟，佢有負責去拍攝硬照啦、影片都有嘅。跟住然後我係可能會幫手去搬運啲器材啦，然後去 set 起啲燈，甚至乎係有時候有機會係可以揸起部相機去幫手影少少相嘅。工作入邊我最中意嘅係攝影咯，係揸起部機嗰下咯。嚟緊我想試嘅，希望我可以喺冇其他人支援之下，可以獨立去接一單攝影嘅一單 job。呢個係我嘅短期目標。咁我哋公司同善導會有一個工作實習機會啦。咁今次嚟實習嘅朋友叫阿明啦。咁其實佢過到嚟呢，我哋覺得佢個特質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佢係完全係啱晒我哋拍攝行業需要嘅嘢，包括係講緊話佢勇於嘗試啦，佢唔怕辛苦啦，佢好學啦，亦都係見到喺佢每一次嘅工作嘅時候，我哋都親眼睇到佢呢一啲嘅特質係慢慢呈現出嚟咁樣嘅。咁喺完成咗佢嘅實習之後啦，咁我哋商量之後都覺得阿明係非常適合加入我哋嘅團隊啦，希望可以幫到佢更加多嘅嘢。咁點解我哋會請阿明做我哋嘅 part time 啦？咁其實喺呢一個實習嘅過程，我哋都體驗咗佢好多唔同嘅一啲性格特質，亦都覺得佢非常合適啦。咁其實我哋公司個名就叫90啦，係由2位90後嘅創辦去成立嘅。咁我哋好需要一啲新一代年青有活力嘅朋友去 join 我哋。咁啊，希望跟住落嚟嘅日子啦，阿明喺呢一度可以亦都會去嘗試多啲唔同嘅嘢之餘，亦都可以希望呢一度嘅經驗可以令到可以用喺唔同嘅地方，從而增強自己嘅一個自信心啦，同埋可能自己嘅價值咁樣咯。